剑伫行的功夫是行为利剑咱伫行的功夫，行就是安尼，行就是讲使我咱人谨慎礼仪，因为咱人流落伫外口，求是道，学是文，即摆流落伫外表就是礼仪，爱循规蹈矩，循规则，照纪律，这是咱行为应该建立应该的行，所以这是咱日行的功夫。那么中甲信的，即是心性的修养、言语的训练，有关于咱个人的品性，有关于咱个人的品性，所以这圣人来讲，圣人学贯天地，修理法界。圣人，请咱学道人爱学贯天地，知影天是安怎，知影咱人是安怎，修理咱的法界，咱一切拢爱了解。其实真正一个人要学的，有形中有形的物件，甲有形的物件，咱来去甲研究，无迄落平常的代志。世间以后未有不明白的事理，世间无迄落人知影这个事理。咱是无去甲研究呢，咱是去甲研究，都一项拢唔知。所以过去人来讲，心全去学则周，心全去道则道成。心全去学，你学就会成就；心全去道，你后日一定会成道，一定会脱离这个生死。所以世间未有不明白的事理，至善可以兼知。中庸甲咱讲，成者自成也，依道自道也。至善可以兼知，诚心若流露，无正咱唔知影。真性可以体现，所以中庸这本册，中庸是主书主写，孔武主的孙主书主写，所以伊强行叫回去，伊才写这本册，要传给民主所以真性可以体现，咱若真性就咱体现所以就一可以治万，就一字就一。可以知影世间一切物件，就小可以治大，心去头咧莫想得大，慢慢学，无像咱唔知，就往可以治远，就过去的代志，会来会伫咱的心，人讲一句话，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就往就可以治远。世事无论如何变化，得不出数理的法律。世事如何变化，拢无离开这个数理，无离开数，甲无离开理的这个法律。主张问实世可知，实世之后，在未来世界，并非处他我可无关。主张问实世可知并是我可无关因为孔子就是学教化世人，可见他的高深学问。朱文人可教，也略知一二。所以孔武主因为伊学，伊迄个主书主曾经来讲，中年作水尧舜，天将古水尧地甲舜地开始学过来，因为过去无法度人证明，孔圣人儒家是一定爱有证明，有证据我讲出来才有证据，伊才敢讲，所以伊对尧地甲舜地也写，所以咱学道的人，咱不论伫宣传，条道亲咧讲话，咱无影的代志绝对袂使讲。毋通讲我就是为了要叫伊来求道来学道，所以我带人去所以孔圣人伊袂安尼讲，所以孔武主伊就是学教化世人，用这个时代的代志来教化咱世间人。可见伊
朱文人的家族都知影，因老师就是从讲信仰，讲信仰代志。我普通人对讲。三点零六的。十杯啊，十杯。对啊。真正学生嘛，知老师的因此主张甲讲，主张定心理孔子之书表完成，孔子呢以书表完成，以连以万世变迁，而且认为万世不坏，所以才能到十世之后的书。孔子呢说，本因有效力，是就历史的演变的因果来推理来解释，所以咱来讲所以咱一定要了解这种三种主张论述是好听主啊，本因本内所生的好听加计酒价计酒价属于好听我咱来说回来讲，孔子各界世人入身处世，以行为本孔子认为世人入身处世最重要是品德，表面就是信，就是辅助教育基础的一项重大课程。所以第7章孔子讲的文凭养性是孔子甲弟子谈话中常常以养性为例，有时阵也单独强调性的重要。伊认为性不但是个人在社会上言行的准则，而且也是前言引导和谐的一项重要的原则。所以咱应该了解。前言的引导和谐，一定要有信，袂使胡讲。但两篇诸葛文孔子各界诸葛该书名无信不立。将南燕第13章，诸葛曾经问孔子，孔子讲：足食足兵，民信之。这三项，诸葛问老师讲若无法度这三完成，老师要对工程办，伊讲去兵。讲二者呢，无法完成免怎？孔子主动讲去食。第一就是讲毋通卖兵，第二就是讲卖食。孔子讲诸葛该书。人无信不立，大家拢有死。既然来出事，一定有死。会知日头出来，结果一定落山，一定可以啊。但是人有信，绝对无当成足以社会。以儒家来讲儒家讲，信为道源功德宝，供养一切诸善因。这是儒家讲，儒家强调信为道源功德宝。供养一切诸善因，一定爱信。信对人的重要，由此可知可不信所以信的重要，而且咱知影。所以敢袂使无信用袂使，绝对袂使无信用。但是另外修倒行道，就是要了解咱安怎样安怎来做人，咱才会咱增进咱的人格。所以讲，你有咧得道，有咧修道，可是你的行为拢无信用，修道什么路用？这足重要。第24章，主啊，规矩贵于节制，见于不为用所以咱得拜，咱的戒书不应该戒，卖不为戒，不应该拜，咱嘛不会。建议不为无用的，应该做，就是做起来
工人民主强调义，所以好处呢，第一，就伊足少讲究义，但是民主呢，就拢从公义来保孔武主的不足即种的宗旨，孔子各界世人要以礼应节，不要迷信要见义勇为，不要废弃咱的精神。咱世间的人以礼来应节，应该拜咱来拜，无应该拜唔拜。美国人来咱台湾，讲咱台湾人足迷信，安怎迷信？含一粒石头都拜到。而且美国人安尼讲唔是顺便的代志。咱台湾人无应该拜拜到足神仙，到底唔来拜啦？但是咱求道学道，咱来地位，这个茫求道学道，也搁咧迷信。人讲咱一贯道拢做迷信，我讲你嘛无白讲，若无了解你嘛无白讲，乌白讲是伊的过错，一贯道迷信伫倒伊讲一贯道白解我讲不一样，一贯道无咧乌白拜，无应该拜，一贯道无咧拜，你咱的时代咧做伊，你敢无拜？应该拜去咧陪墓，去咧清明节去咧拜，敢无拜？咱今仔日有咱，就是了咱的老爸咱阿公咱阿祖有这应该拜无得讲孝道是咧讲哪话？迄人知道讲咩对啦？讲无应该讲咩讲了是你的过错，你唔做到，你唔知。但是后日即口回来，你才知影讲你共讲了唔对，你会做到，你会负担。所以甚至来讲，有其过理者事，是不当者理者；见义不为，是当为而不为。毋是鬼，毋是应该咱人死去就是种鬼伊讲恁咧拜迄茶公我拜阮的祖先也无入一个拜较有生原性的有这个体验的无恁从恁基督教拜基督耶稣应该伊嘛是拜咧翁尔你拜咧神奇家若要照讲你拜神奇家嘛是迷信所以你若讲爱回想回想家己，你想讲你咧创啊会，咱人慢慢创，因为个人信的无相像，个人拜无相像，莫讲他人的思维见义不为是当为而不为见义义就是对，应该做一定爱做，无应该做就不能做拢是有下理的。孔子的主要的意思反映见义勇为孔子的主要的意义意思是讲，叫咱人应该做爱做，见义勇为要靠迷信求福。你问我这神神作品呢来去拜，伊拢会保庇家己就保庇家己，唔通求神明来保庇咱家己因为孔子一生孔子一向主张先做好人事所以回答诸罗诸罗文书规行，孔子讲一人属人，言人属鬼。伊讲如果讲唔讲咱若死咧诸罗文书，就理理生，言理事。诸罗咧问老师问讲要安怎方式规行孔子甲讲，你着爱了方式你要安怎对咱的师大人，对咱的长辈，对咱的前贤，要安怎甲伊尊敬？要安怎个行事礼节？这你会做袂好了后，你自自然然对鬼神，对鬼神，就自然做会出来。如果讲老师讲文书，死孔庆你大家做老公。
你爱知影生安怎做，立地生，言地顺，知影生到底是安怎做？你生若知影讲你安怎做，你就知影你死要伫倒去啊！哦，所以讲立地生，言地顺。可见孔子重视生前的人事，而不重视死后归世的代志。孔子呢，伊拢是重视了人前人事、生前的人事，而无重视归世死后的代志。很奇怪，咱来了解。咱今仔日学道、求道、学道，咧学道理、学真理，就是爱知影讲，我要安怎事业。变做对咱的前人者尊敬，要安怎咱的家庭要安怎样来孝顺咱的士大人，尊敬咱的祖先，伫咱的兄弟姊妹要安怎好，咱要安怎来教育咱的子弟，这就是人事的代志。那么人事的代志你做会好，死后的代志自自然然做落来。所以咱较易会将有志愿。因为人的好地，我完相正正，我完相是讲做完正是此有言。君子无本，本的立道生。好地啊，食究竟是本意。这句话甲人讲甲足相像。好地就是人之本，好地之本。所以咱要了解。你看遐看，虽然读过你个，就等下旁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将过去的道理摕来看，摕来读，摕来念，可以做咱的老师，可以做咱的老师，这足重要。请问来讲8一第3章，8一呢，这哪个叫讲是武，所以这是咱国家。